厨房有机创办人高彤19年前创业的初衷是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做健康的餐点来陪伴女儿。他的正店招牌正宗花雕鸡更是传承大陆师傅的正统手艺，而且厨房有机只使用养殖92天、总重3斤的跑山鸡，因为这样的鸡肉不但油脂分布恰当，肉质也更 Q 弹。鸡肉下锅后再加入秘制的花雕酱，经过6道工序慢火翻炒40分钟收汁。上桌后，这道香气十足的花雕鸡，就算只拌汤汁，也能连客好几碗白饭。厨房有机的特色就是我们的招牌花雕鸡跟澳门猪骨煲。台南花雕鸡的特色，它可以1锅3吃。它第一吃板条，第二吃可以就是加汤再煮火锅。它这些特色都可以变化，像我们有花雕鸡海鲜火锅、花雕鸡海鲜粉丝煲，然后有做一些麻辣花雕烤鱼，这些都是很有特色的餐点。创办人高彤表示，创业19年来一直秉持着良心经营，把客人当成家人的理念。就算面对苏丹红等食安风暴，高彤也信心满满，一定要让消费者吃得安心。出现那个食安这个苏丹红的问题的时候，其实我当时就有去做一些调查。其实苏丹红它是皮革油，它是用在皮革上面让它染色。那其实我们里面用的这个13香，它是中药去搅成粉，然后下去做拌香，所以不会有苏丹红的问题。那板条是我们店里必吃，所以我们板条是跟我们配合经营了快30年的老店配合，所以他们在检验方面都是合格的，不会有什么问题。为庆祝总店扩大营业，在30日开幕当天，更祭出了花雕鸡买1送1及打卡评论送龙虾的活动，就是希望能够回馈一路支持的消费者。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。